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Apps 嘅優仔功課。今日咧其實都拍咗片噶啦，關於一啲嘅賽前嘅分析。點解突然間又拍多條片呢？因為都覺得值得拎出嚟同大家講一講，都幾有新鮮感。咁啊，今日咧就美國對住巴拉圭啦。咁啊，去到下半場大約50分鐘啦。當時巴拉圭嘅阿米朗就推進，咁啊天廉就埋去攔截，必咁啊球證覺得防守嘅天廉侵犯咗阿米朗，俾黃牌俾天廉啦。咁啊另外咁啊當然巴拉圭喺右路有個罰球機會啦。好啦，咁啊斬完之後 VAR 介入開咗噶啦，即係巴拉圭嗰個罰球介入嘅情況之下咧，經過溝通，原來阿米朗當時係冇掂，天廉冇掂到佢嘅，佢反而去插水。最後個罰球開咗，翻轉頭咁啊之後咧就球證必同 VAR 溝通完之後咧，防守嘅天廉嗰張黃牌取消，調翻轉俾翻插水嘅阿米朗一張嘅黃牌，個罰球都係俾翻美國隊。咁點解有咩特別咧？特別嘅原因就其實開咗波噶啦嘛，個罰球你都斬埋，咁樣吹翻轉頭，對於小弟嚟講就第一次，可能係真係第一次出現咁嘅情況，吹翻轉頭俾錯牌。咁當然就即係呢個情況係比較特別，但係嚟緊都應該之後會再見，因為真係冇見過咁嘅情況，特別小弟即係都睇咁多場波啊，咁多年波咁樣。咁啊另一樣嘢啦，嗰個 VAR 介入方面咧，其實好多嘅新例，大家都可能睇嗰啲書啊，或者喺網上啲資料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再簡單啲講啦，因為關於角球方面，因為角球都幾緊要噶嘛。例如譬如話我係進攻嘅，我攻依邊，嘣一聲，跟住有個角球，好啦，準備開角球，必 VAR 介入，話我哋唔應該有角球，經過溝通之後咧，應該俾翻個龍門球俾對手。咁呢個情況咧 ，VAR 就會介入啦。咁咧，但係都有一樣嘢喎，嗰條例當中咧係盡量唔好打亂咗個比賽節奏。咁嘅情況咧就有啲唔同啦。咁即係如果一般嘅情況啦嚇，如果我攻方嘅有個角球，快開好定遲慢開好啦？咁梗係快好過慢啦，因為開咗之後咧，球證可能都覺得唔可以打亂咗個比賽節奏噶嘛，所以就未必會趕得切介入啦。咁啊就係咁嘅情況啦。即係特別係之前同大家講嘅第一樣嘢都係幾實新鮮感啊！我都未見過啊！我睇翻啲資料啊，睇翻啲報道嗰啲都係幾多係第一次嘅。咁啊，即管大家留意下啦。咁啊，世界盃都知道有好多嘅更加清晰或者有一啲嘅修例啦。飲水又可以耐啲啊，等等咁嘅情況啦。譬如話 water break 咁樣啦，話3分鐘嘅啫。咁其實如果搞掂晒，可能真唔足3分鐘就已經可以開波都得㗎嚇。咁啊，呢啲情況大家喺今屆嘅賽事都可以見到嘅。嚟緊亦都可以大家留意下呢啲嘅細節啦，令到今屆大家睇世界盃會知多啲啦。咁啊，更加明白多啲。咁啊，睇得更加過癮啦。好，咁啊，呢個特別同大家講一講啊，因為都係今日發生嘅事，都想同大家傾一傾，都值得拎出嚟同大家講下啊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 Apps 嘅世界盃小弟嘅優仔功課，下次見，拜拜。